从小在农村长大，看着阿公阿嬷、爸爸妈妈辛劳的耕作，心中就埋下对土地的深厚感情。长大后虽然有机会到外地发展，但始终忘不了家乡以及那片孕育他成长的土地。几经思考，一林决定回到永康，加入农会辅导的青农行列，将传统农业注入新的活力。经过2年多的努力，也让他在今年农民节获得永康区绩优青农的荣誉。他也坦言，一开始接触农业，种死了很多作物，到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成果，让他非常感动。很感动啊，对，因为从务农就是懵懵懂懂啊，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弄死很多作物，然后到现在就是可以让植物好好的生长，就比较变成是去注意它的那个疾病的防治这方面，就觉得很有成就感。永康区农会食农教育室曾芊芊表示，一林刚回来务农的时候，连看到陌生人都会躲起来。经过田园绿疗后，人变得更乐观开朗。刚回来田间的时候，其实他蛮害羞的，然后也就是看到人，其实就会很想躲起来。但那随着就是在田里面这些绿疗的一些田间的一些食物啦、食作啦，然后就会慢慢的成长啊。然后像现在就是其实可以从影片上面就可以感受到他已经变得比较乐观啊，然后会比较开朗一点点。那其实我们也会希望我们的青农在田间和从农的生活中，其实会越来越快乐。为了种出高品质的农作，陈家坚持采用有机肥料以及不用农药，就是要让消费者可以吃得美味健康。这里的水果甚至可以直接摘了就送进嘴里。你家拢没用药啊？不，用自然农法方式，基本上就是二氧化剂嘛，去老土、甲壳素、阿哥、柑橘油、谷炼油。所以咱直接拌落直接吃。对，直接拌开就直接，除了灰尘我唔敢讲啊。一林的成功不仅为自己带来了收入，也为家乡的农业注入新的活力。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年轻人也能在农业领域闯出一片天。他也希望他的故事能激励更多年轻人返乡务农，为台湾的农业带来更多希望。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